川普政府引用301条款，Q10%或者是12.5%的新关税，但咱台湾是10%，而且未搁踏起日算。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强行宣布停止受理台湾的签证，背后敢是中国咧变鬼变怪，引起讨论。红系风台今仔日甲明仔载上挖进台湾，华东地区甲恒春会落大水雨，咱南苏的海面嘛出现假日仔庄。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尼。川普政府引用301条款调查强迫劳动对全球60个贸易谈判，Q10%或者是12.5%的新关税。因咱台湾的税率是10%，而且未搁踏起哩，算是上待遇上好的。不过因为美国301加232条款完整调查的结果拢还未出来，所以这关税可能要是有变数。美国总统川普为进行应用贸易法112条对全球实施10%关税，高级进前宣布改用贸易法301条对60个贸易伙伴Q10%到12.5%的关税，原因是这个国家无充分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的相关规范。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即摆美国新关税，台湾甲欧盟拢提到10%税率补贴加 MFN， 比日韩较好。加拿大、墨西哥甲印度拢是10%税率加 MFN， 税率较重12.5%税率，而且补贴加 MFN 的国家包含日本、南韩甲瑞士。中国越南甲新加坡是12.5%税率加 MFN。强迫劳动，一旦有这样的情况以后，那我们政府也积极去改善过去这种不好的一些情况，所以也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符合这些劳动人权的一个规章。那当然，美国政府就没有必要再对你课那么高。本来就已经课了嘛，122嘛是10%，所以现在台湾适用10%，但是很多国家是提高到12.5%，所以这个反而是对台湾来讲相对比较有利。全台湾得到10%补贴加 MFN 相对优惠待遇，国内专家认为川普已经成功将关税当作谈判条件，达到请别个国家去美国设厂投资等目的。不过，美方伫结果性3年过节301调查结果，甲用年外232调查2个结果拢还未公布。未来国内议员爱关注美国的关税政策。过剩产能的16国，包括台湾，那个还没有公布。它有可能公布变成5%，刚好又回到15%不叠加，这有可能性是存在的。台积电或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都去的话，也许232税率是基本上应该以半导体来讲应该是没有的。专家提醒，台美对顶关税协议未来若履行，台湾会对美国大幅度开放市场，国内也爱先前做好评估，正常影响感觉上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用301条款对台湾特定的产品Q10%的关税。会对什么产业带来冲击呢？有学者分析，台湾销去美国的商品有超过70%是资通讯、电子甲半导体的产品，这已经纳入去232条款调查的范围，所以这一届对传统产业的影响是上大。301条款后一步会针对生产过程来展开调查，这敢会影响半导体的产业？学者认为讲，成熟制停可能会头一个受到冲击。美国政府开定301条款，强迫劳动关税，台湾完有列入，市场关心产业的影响。不过，根据过去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资料，台湾对美国出口商品有70%以上是资通讯、电子、半导体相关产品，大部分可能划入其他条款调查课定范围内。业者评估，这个影响上大的是传统产业。台湾的关税其实是10%不叠加，那相较于一些国家来讲，特别是一些韩国、日本来讲，台湾其实是占优势。那这个对传产其实是比较有利。学者分析，第301强迫劳动的调查中，台湾产业有100多项产品协免，相对有帮助。认为最后所得到的总体关税税率，会甲台美双方当初谈判结果同款。当然好啊，就是相对的竞争力嘛。如果说比别人少了2.5，当然我们的进口成本就比别人少了2.5，那当然我们的优势就有啊。不过，关系台湾重点出口的电子半导体相关产品是不是受影响？戴经院认为，目前台湾伫先进制程主要列入232条款，还搁伫调查，下一步的301条款产能伤济的调查，有可能影响成熟制程。不过，美国本身欠缺晶片产能，是不是会列入范围？值得继续观察。在这几年来，因为国内的2线的
的晶圆代工业者，其实也本来就比较生怕未来中长期会跟这个中国的红色供应链，那么在价格上做正面的一个对决，所以在这几年就早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当的一个转型的工作，多二线的晶圆代工业者也开始搭载到 AI 目前的一个浪潮的列车。伫美国学者洪立中提醒，美国当一步一步甲关税制度化做谈判架势也未工具，未来无排除进一步要求台湾加速科技产业去美国投资。总共台湾目前得到相对有利的税率，也是袂当无注意。政府甲产业一定爱甲短期的关税优势转做技术升级，甲供应链的韧性，才会当甲长期的竞争力守好条。记者采访报道。来看非洲的国家摩洛哥，因的驻日大使馆向宣布停止受理咱台湾签证的申请，这代表咱国的民众暂时袂当去遐佚佗。目前外交部要了解详细情形，也那这嘛引起外交打压的质疑。会有这款的讨论，都是因为非洲的国家捌打压咱台湾。3月份 WTO 部长会议主办的国家，也就是非洲的喀麦隆，甲咱代表团的国籍写作是中国的一个省。4月份，总统赖清德本地要访问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却因为塞成尼、马达加斯加也有毛里西斯这3个国家临时取消咱的飞航许可，历史总统后来就爱改做 ATA 模式，才有法度去。今年6月份，海洋大会由肯亚来主办，所以讲无要承认咱台湾的护照，禁止咱的代表团参加。这3届的事件背后，就是中国伫咧变鬼变怪，用经济手段甲非洲的国家来施压，利用中非合作论坛定出政治甲经济合作的共识，而且还有签署“一带一路”，中国讲大钱投资非洲，非洲钱却还袂出来，加上利息是欠中国愈欠愈多。中国就利用非洲债务去谈判，顺这个势对非洲开放全面零关税市场，互非洲伫咧经济方面是愈来愈无法度离开中国。中国就利用这点，交换因的政治支持，或者个国家变做因的拍手来打压咱台湾。香西路的官方网站公告，摩洛哥员工入境签证函暂停受理。公告显示，摩洛哥驻日大使馆自3开始停止受理签证申请，因为个人暂时免去摩洛哥旅游，引起讨论。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领事组已经通知相关旅行业者，表示摩洛哥主管机关自2026年7月20日起暂停核发所谓的 VCL， 也就是实务上使用的签证许可信。台湾甲摩洛哥保护税主管，咱要去摩洛哥旅游，爱用差不多50个工作日，寄文件到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确认函。审核考验期常常变数。摩洛哥旅游是古城沙漠体验出名，对台湾是小众行程，毋过换欧洲，每年吸超过1300万人次去，是欧洲的游客上多。业者表示，办理摩洛哥签证本来就真无稳定。做摩洛哥团这条线最痛苦就是签证部分，就常常会有很多因素，然后就停止。最近台湾常常互非洲国家打压，是像罗总统原本访问友邦史瓦蒂尼，互3个取消专机飞航许可，肯亚拒绝替台湾护照人参加肯亚官方会议，还有喀麦隆伫 WTO 部长会议期间爱发台湾代表团名号，这摆事件佫一摆引起外交打压的讨论。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也要了解那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做因应。他们其实本来可能在亚洲啊或其他国家的驻外单位比较少，台湾的旅客在办困难度就的确是比较高。有的时候其实是当地政府的自己本身政治内部结构的改变。香西旅游回应，即马开始暂停受理摩洛哥相关签证甲行程，受影响旅客定金全部退还。旅天下回应，受影响团体有2团，有30人，并且整合相新动态，因为离出团日期还有一段时间会继续对中国封禁电。外交部是建议规划去摩洛哥爱申请评估行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甲伊朗的战火进入第13天，美军是继续攻击伊朗。货物资甲红海的运输受到阻碍，致使国际油价一桶是超过100块的美金。川普阁警告要大规模攻击，而且要替伊朗的资产背负这受害的船仔。不过，美国国内反战的压力嘛在加悬，终于通过上新的决议，要求停止无经过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
美军对伊朗的攻势进入第13暗。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上新攻击画面，显示锁定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设施、通信网络、研发监控据点，也有海上军事能力。新一波攻击持续超过2点钟。伊朗国营媒体报道，西部、中部、甲南部真侪省份起有空袭，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伊朗级别卫队是讲，锁定约旦加科威特境内美国的相关设施。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e're doing extremely well. They would like to do something,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yet. They need more of the same. 战火嘛持续向外扩散。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表示，已经伫红海攻击2架沙烏地阿拉伯油轮。更较有消息台湾讲，伊朗这个月已经甲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也有飞弹甲无人机相关设备空运去也门，显示德黑兰当进一步协助青年运动提升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对全球2大能源运输通路同时有阻碍，国际油价嘛去冲破每一桶100美金。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若是青年运动继续攻击尊者，会面临重大军事处罚。伊朗原来会防追究责任。川普阁宣布，为即马开始，任何尊者货物也是相关设施遭受损失，拢会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来支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吉虽强烈反应，警告若是没收别国的资产变常态，安尼就无任何人的资产是安全的，甚至可能引起无度受损的全球混乱。阿拉吉阁表示，伊朗的防御原则真清楚，都是一步行一步。川普阁甲媒体讲，当你考虑要发动一场比苏西怒火行动规模更较大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国内反战压力嘛伫升悬，众议院23以214票对208票通过决议。要求停止无经过国会授权的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决议实际的约束力有限，短期内恐惊无法度改变局势。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来看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有一个30多岁的查甫人，伊若像是有有色的认证，因为伊拒绝逮捕，甲警方发生冲突，结果煞是去互警方开枪打死。这规个过程拢去互录起来，放伫咧网络顶，嘛引起真侪民众的批评。日军爱正义的标语，真侪抗议者拢入记者会，拍断市长和警方的说明，对38岁查甫人科瑞·鲁伊兹日日互执法的警察开枪无命，表达强烈的愤怒。根据网络顶管的流传民众翕的画面，死者敢若是有色的人种，涉案的4个警察敢若拢是白人。警察局长讲，因是去处理凊彩开停伫路边的车门的事件，嫌犯骑铁马是逃走半点钟，刷落来伫个街角和警察发生冲突相拍，是伊先举刀仔出来，甲一个警察拄着伤的。A knife is produced during officers' apprehension arrests.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clearly elevated. It becomes incredibly dangerous. I think it severely narrows the scope of options and possible outcomes. 麦迪逊的市长康威强调讲，会有严格完整的独立调查，透明度和追究责任一定要有，嘛对死者和家属表达同情。It does not matter who you are or what your past is. You should not lose your life as a result of an encounter with law enforcement. 警方执法致死的事件喺网络顶关是快速传播，日已经有示威者游行去州议会大楼来抗议，而且替死者来署名。This is actually the third police-involved shooting in the neighborhood that I have lived through here. I think police should have body cams. We need to know all the details of what led up to that kind of force being used.目前涉案的3个查甫、1个查某拢总4个警察，已经拢总方要求向行政架。麦迪逊市警局承诺讲，绝对袂替因来暗砍。规个调查会交予威斯康辛州司法部刑事调查局 DCI 独立进行。地方检察官、独立警察监督单位和警察公民监督委员会拢会参与。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继续咱要来关心，印度风台红河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估计下暝到明仔载这段时间，风台会上挖近咱台湾，尤其花东甲恒春可能会落大雨、落大水雨，都要特别注意。而且上近明仔载早起会解除海上风台警报，不过南部要是会落大雨，中部以北会落西北雨。一直到明仔载暗时啊，虽然风台已经渐渐离开，不过天气要是真无稳定。华东地区甲南部有的所在要是会上大雨，
提醒乡亲都要注意安全。温一路一直对下骹伸入去，变做敢是老蛙熊的光雷啊装，但是外海早起10点出现光雷啊，水阁持续几分钟。受风台影响，东流线交通客运日是阁维持正常航行，如果是规工拢停航。一透早真侪游客是照常行行程，嘛有真侪民众赶着早起，较紧来架上物资。旅客的预期心理以及这个岛上的民生需求，那么从早上开始已经有陆续很多的货品要加量要送过去。玩3天。玩3天。对，那如果说延误的话，就礼拜1再回去，所以没差。中秋的喜会直送，屏东的东港对早起开始，迄阵陆续入港来避风，迄边甲船体是固定伫海边固定好调，昆顶海域规港雨是一站一站，业者紧甲5、6设施收起来。透过花莲万里溪崩山湖空气的画面来监测，崩山湖溢大水也较有小可冲落去，不过目前溢出来含流入去的水差不多是稳定状态。因应红溪风台海上警报发布，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可能是今天入夜一直到明天清晨以后，这样的雨量会最大。我们会看那个降雨量是不是在那个集水区的部分累积雨量预估如果是在200以上。我们才有可能考虑发红华。今麦红溪风台的暴风圈渐渐入去巴士海峡，强度嘛小可增强，暴风圈有小可扩大的趋势。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南厝含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含绿岛严风大雨。随着台风来到台湾西南方的海面。花东恒春的降雨是持续的，但是也可以看到，在南部地区的降雨也会逐步的增加。我们预计在这段时间的累积雨量，在台东、恒春半岛以及花莲的南部，有机会来到局部性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礼拜5暗时到拜6是风台离台湾上近的时间，风台在渐渐离开台湾附近的海域的时阵，有可能会发展做中度风台。气象署嘛特别提醒讲，台湾各沿海在拜6的海况拢无好，风力偏透，民众要避免去海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唔那落大雨，嘛做大水，发生严重的水崩山。目前已经有几10个人死亡，也有100多人下落不明。放眼看去，规条街路变做大海，民众驶铁牛仔牵净水撩水过，坐救援队树林船。印度东北部连续落大雨，造成阿萨姆邦、查谟、克什米尔等地区严重咧做大水。因为附近的雨量太济，溪水是规涨起来，引起报刊，包括人家厝甲在地庙寺拢叫淹掉，造成严重的伤亡甲灾情。असम में बाढ़ परिस्थिति काफी गंभीर है। अभी तक 40 लोगों का देहांत हुआ है, लेकिन हमारे आकलन का अनुसार अभी भी 70 से 80 लोग लापता है। 阿富汗东北部努里斯坦省同款咧做大水，动因机构无用咧清土埋，阁有4个崩倒的厝口，因为当地厝树林错甲修超过，土摆食水量下降，比那一落大雨就引起大范围做大水，当地10几间旅社受到损害，900位居民到达下落不明。دا چې 13 ورځ په دغه پارون ښار باندې دغه یو سیلاب راغی او دغه سیلاب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9 پورې هوټلونه او همداسې شانه نور ډېر زیات زیان یې اړولی چې تاسې خپله ګورئ د دغې زیان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100 زیات هیوادوال چې دي هغه تلف شوي دي。巴基斯坦西北部也变作是重灾区，救援人员搁出动吊车，才会当甲浸伫水底车辆救出来。专家指出，阿富汗甲巴基斯坦邻国虽然对全世界碳排放影响真小，但如今却变作是气候变迁之下上界脆弱的受害者。面对愈来愈常发生的大水、客观天灾地变，要安怎加强防灾韧性，得到国际援助，已经成做是南亚国家重要议题。公司新闻郑伟仁、郑建功编译。法国因为称高温，火烧山的范围愈来愈宽。今年以来已经烧掉1.7个台北市的面积，目前已经超过2万人紧急疏开。法国火烧山大火冲到10米悬，消防出动700人前往拍火，水灵车陆续加入支援，希望会当赶紧控制火势。不过因为连续烤烧已经称高温，遮个空气甲食物拢已经变甲真焦燥，即马搁咧透大风，这对救灾是相当不利。Très clairement, l'état de sécheresse du massif est pire qu'en 2022. Donc les conditions d'explosion des feux, on est dans des conditions plus difficiles.
吉伦特省滨海城市勒波日火烧山灾情上界严重，大片的青仔桥大火烧掉，等于已经烧掉超过120座大安新民公园这么宽。初步研判，这场大火是因为一台割草机意外所引起的。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当地政府是赶紧撤离当地居民甲游客超过2万人。Les vents à partir de 23h, donc effectivement là ça soufflait de partout, il y avait de la braise qui montait, enfin dans les terrains c'était proche, vraiment très proche des maisons. Et oui, on a eu très peur, oui, très peur. 法国内政部统计，法国今年已经有12500件火烧山，烧掉4.4万公顷宽，差不多是1.7个台北市这个大小。今年5月以来，法国已经连续遭受到3波旱季效应，极端高温超过40度。真久拢无落雨，花草树木、土木拢变甲真大色。被造成啊引起火烧山的一桶一桶火药桶，野火也已经拖出去传统的地界。巴黎近郊出名的枫丹白露树林，进前摇烧起来。法国英国拢真可惜，因的军事化快速拍火战略，即马面对跨区域当时爆发的新野火，已经无材料去应付。另外，还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火烧山，目前也是继续在烧。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英国最近推出一款轻量极速的跑车，内底有2粒引擎。升级了后，上大马力超过1600匹。团队按算8月份要伫咧美国犹他州挑战地表上紧的纪录，而且会由传奇的赛车手吉林来赛。赛车伫地面快速地走，有32英尺外形四镜的 Hydro Max， 当准备创下地面上紧的轻量车历史。The engines were designed to run at 74 horsepower in a JCB digger on hydrogen. They've actually been ramped. They've had magic engineering dust sprinkled on them in huge quantities to get them up to, wait for it, 800 horsepower per engine, so more than 10 times their original design output. 两大引擎组合出突破1600匹上大马力，团队预定8月初1参加美国延波赛挑战350英里，上路是563.2公里的速度。其实这款由英国机械大厂打造的跑车，进前测试的时阵，就要走334公里的时速。那换韩道路的，就是要走1228公里速度，创新人类地面上紧纪录的传奇赛车手格林。There's also me personally getting ready to drive the car, understanding every aspect of how the car works, how the two engines talk to each other, how the various systems work, how the parachutes deploy, how the brakes work, what brake pedal pressure I'm going to use, what the steering rack rate is, how stable the car is, how it's likely to respond in a crosswind. 格林捌伫20年前驾驶同品牌的柴油赛车，伫延波创下350.092英里的柴油车地面上紧的速度，纪录维持较大。不过换做氢气动力，伊讲无法度预测。Temperature, pressure, a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very high-speed straight line racing cars. So we will find out. 这项计划毋但为着创新速度的纪录，阁要向全世界展示轻类人机伫未来零碳排时代无限的潜力。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全世界海拔上悬的火车头之一是伫咧青藏铁路沿线的安德站，这个悬度超过4700公尺，空气内底上诉的量敢若平地60%，车头的人员拢会准备上诉管来幽闭，做回来看卖。坐青藏铁路入去西藏，你一定会经过这个世界海拔上悬、个人高的火车客运站安德站。不少游客来到这，拢会翕相做纪念。不过当地海拔4702公尺，上诉量高达平地60%。就算讲到6月中下旬，高温嘛高达8度左右，而且差不多逐个月拢会有暴风雨，或者是会落暴。为了处理旅客可能发生高山症的各种状况，站务人员有准备上诉干那备用。哦，确实，这里它就是氧气瓶，旅客就是在这里吸氧，然后还可以给他们提供热水。有。万不止有游客走白脱水，也是无细致受伤，站务室内底阁有准备急救箱，会当即时提供协助。若准你好打甲挑战气候寒冻、空气薄的青藏铁路，安尼波兰这帮停驶3天，这站啊才恢复运行的第2巴士，你无得加嘛加坐。这帮为波兰南边的克拉科夫出发，驶往波罗的海城市海尼的巴士，车号666，对华人来讲是极跳的数字。不过，伫基督教文化算是恶魔的代号，加上海尼的英语发音甲地甲 hill 字同款，互这条路线一直有争议。营运公司要将车号改做669，即马为着宣传这条观光路线，佫改转来666。
Końcówka telefonu taką mamy, co się nie boję. Nie wiem, no takie wrażenie, że autobus, nie wiem, do jakiegoś piekła prowadzi. Tak, nie wiem, naprawdę nie chciałbym jechać. 虽然有寡旅客有禁区，这条巴士路线由原吸引部分游客，目前简单热人有营运。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尼，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